台中的警方伫网络顶巡逻，发现有人咧卖一种微型枪炮。这种的微型枪炮有真强的杀伤力。警方落追查，查到7个人注文买这种的枪炮，全部甲因移送法办。将炮瓦放入小型的炮台，刷6个点后倒，炮瓦弹过来公尺远，炮瓦声乒乒叫，头前一只鸡仔是惊一个噗噗跳。同款利用炮瓦点燃了火，红仔红弹一个拢喷出去，突然底座拢削做2半，后壁飞轮机的模型也受灾。台中警方伫网络顶掠到有人伫顶悬被迫击炮。验过这个用金属做的小型炮台，威力真大。警方讲，这个成功的金属结构甲功能，属于非正式枪炮管制范围，已经违法。经过搜证追查，确认具有杀伤力，共计查获7件7人，查扣微型枪炮7台。警方拢总掠到7个买主，这些人拢是伫网络顶管买的。全部互依照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，相当会当罚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。那迫击炮犯法，也个进程引起着讨论。中国的佚佗物仔传粉钱也犯法。黄铜色的色水，外形就亲像圆珠笔，经啊刺落，抓炮就弹出去，亲像传粉钱甲迫击炮这个微型枪炮。看起来像佚佗物仔，实际上所有杀伤力的物件，拢总互警方认定是违法的枪械。掠到一件，等于是抓到一支改造枪，也加做警方积极追查重点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